日嘅三个阿婆，当日重入48点钟钟，完全停唔下来，该维修也违章，看唔管不卡动来，再当条，唔过话手机就得本机喊下轻松，又热。大家都烧了，哎呀！凉牛食材啊，看下到底马上，点来都来行哦食材。哟，用个安夹是到嘞呢，看一下现在哪好嘞。什么嘞？用我安够么啊？用个山啦！用个山啦！不要抢律师来救爱啦！你分享你动后上界律师刘希怡律师。哦，用客家话讲动词是在小鲜肉啊，感觉有一些油用亲后色的用谁鲜哟？用客语讲是安用音。好啦，莫搞嘞，你根本要认真来分享法律嘅问题。挑战你每日看到，你慢慢阿婆拄到嘅问题，到底先来进来么？好，一片先老太家讲哦，太家亲关心的做钱一天哪会赚？啊，不过咧，亲创业的很报警。好，所以我报警差300系么？唔系啊，一边咧讲300，迄意思讲动创业的提成大概300。好，因为啊，一般的安尼诈骗的案呢啊，其实迄动老时间只有上局的，迄一开始无处理的法吼，迄部分人主只有呛的，前面拿唔准来啊。一开始。你要较后面一些的物件吼，可能就会请到这种诈骗集团的查数，引到政府的查数，这时候可能就拿一种一丝丝的钱，不过后背请这种太母耶，他太母的人可能就请唔到的啊，不过迄较唔后面的吧吼，钱拿唔准的迄一回事哦，很可能会因为安尼事情不你搞。哈，还会不能搞，怎么这么可怕？亚出迄因为啊吼，一般来讲，你有大概读数据的啊，就会数到这种唔伫奈落的简讯，无做迄赖的讯息。那底度诶，做一些标题很耸动的这种连结。哦，因为你就会知道，呀，动神奇，其注意点开来看。小市场的点拍去咧。点开来看。啊，你迄一点开来看了吼，安尼简讯一般人都钓鱼简讯，嘛个意思，主要愿者上钩。哦，你迄点来讲，也数据就会中头，然后你就会去改变到僵尸手机。是你讲一下僵尸的客语怎么讲？僵尸手机耶。僵尸手机，嘿咩？就是听起来很像僵尸炒大肠，感觉应该很好吃才对，怎么是这种僵尸啊？哎呀，也迄懂严重的事情哦。僵尸手机呢？其主要种唔注意的情况底下吼，去甲老唔发伢讯息，无都赖的讯息分伢所有的朋友，一则调过一则传过一则，亲后背啊伢做个伢朋友伫度就动人，你因为安尼就疏偏松动。啊，听电影讲的啦，因为。假使讲，俺一家真紧就停东西，俺是会看到，去怪错本嘅人停紧本嘅时阵，俺会想点开来看啊，韩国当当紧拄到安样个情形，手机还没做得用啊。手机还没做得用，不过其主要头家讲，其实去甲老们发简讯。系啊，所以唔会发现到啊。一般呢，你迄拄到安尼事情，你看到一手机嘅地度，你点嘅开来，吃到有一些怪怪事，其实一时候啊吼，你只会急急一报警。所以其实当人拄到安样个情形，可能系下张眼手机个中弹落来，看到怎么钱变这么多，才会发现。伊那边做老太家这样提倡一个提防，就会讲，一开始点开来的时候，迄当紧张的时候啊吼，佮手机的简讯无做赖的讯息，
做唔得删除，千万一定会留下做唔来，得因为留下来咧，做真机来就报复自家，证明自家的强拍啊。所以做得是请警察，其实我不容善连带。嘿，鸦片咧也讲的，主要讲拿到去从这个要输钱，按多钱的时候啦，吓到嘞，都得拿报警的资料，就是大家讲的3连单，然后以老天星 Q 的人来讲，其实数据迄本人盗用安尼，那其他就一般来讲，除非天数让处理。嘿，你请天星 Q 佢每让天数的法啊吼，还有不然就当做请给消保会的消保官来请给他介入处理这样子。我一到夯到抓入去，食材系性感都有点烦的感觉，所以其实夯到抓入自先爱起到，可能要聪明么，爱起到还会降性，还有警觉性。冇错哦，冇想到咩，伊会做冲掉。当然，好，那我以下我来考你一下。好，来。一般因为去读到诈骗的案例，迄之后有事情你要懂奇怪的时候，你有人用版人来查证。你系讲打天罚查证系吗？可能用，你做得。哎呀，我跟我讲，好，我已经准备好嘞，是系安用反诈骗。我来念，好。165系吗？反诈骗专线。冇错，就系165的反诈骗专线，他去甲迄读到吃到有一些怪怪的事情，然后来唔听啊，算你迄真的不你骗人家迄。事情是真的要改，然后用来处理呢。其实你就做在打165反诈骗专线，地度的就会有专门来处理安尼事情的人，来天数你了解讲也规件事情，算的是真的是有发生，也是其实诈骗集团。所以谈起来是安用因咯，假使讲冇拄到安用嘅事情，大家平常时说的降性，韩国听你普斯祈祷遇到怪嘅时节是打天罚165，韩国最美食材系运动唔好，但係拄到安用嘅情形嘅时节是報警察係冇？冇唔錯哦，因為安尼事情，大家前面已經有講過誒，其主要老時間最常做嘅事，遇到安尼事情你要經夾去處理，喺冇辦法時間一長，人就真的請唔到。哦，不過輕重要係，你吃到有一些的乖，讀到一些乖的事情哦，人就做唔得貪心啦，不能貪小便宜是錯的。唔做唔可以想講係當初係當好運，係當到會衝獎啊樣嘅，安尼事情一到啊吼，本人騙的機會就較大。我未希望我要按好運啦，不過從下唔係按容易，不過未希望你嘅觀眾朋友哋其他嘅會所當好運咯，所以當好佢你法律地啲專家朋友是做得從下去看你夫妻咧，香港未係你客家電視台嘅面書。YouTube 是點讚發落哦，你法律地啲專，讚你條。